私密部位嘅小秘密決定你嘅幸福。你以為自己嘅性功能係天生自定嘅咩？大錯特錯啦！平時你哋好少聽到性愛肌群，其實係息息相關嘅。只要鬆解開呢啲嘅肌群，呢個性功能自然就會變強。你信嗎？以前教我找龍筋嘅一位老師，淨係教我按邊個位置照住做就得啦。我都唔知道點解係咁樣做嘅。咁後面又跟咗另一位嘅老師，先知道有呢個性愛肌群喎。咁我開始就摸索去實踐啦。咁啊有一個40幾歲，有啲偏肥嘅熟客，有家族性嘅糖尿病，需要長期嘅食藥，有2年嘅時間呢，就硬唔到啦，已經根本冇辦法去過呢個性生活嘅。佢1個月就嚟揾我2次找龍筋，就當作做呢個保養嘅，每一次就做90分鐘，做咗有幾個月，有啲效果，但係唔係好理想。咁有一次呢，我就幫佢做咗120分鐘嘅反覆滲透嘅鬆解嗰啲嘅肌群。哇！意想唔到嘅事就發生咗啦。咁當時呢就硬咗起嚟咯。咁係佢從我開始幫佢做呢個找龍筋以嚟呢，狀態係最好嘅一次，真係硬咗起嚟，可以順利進行呢個性生活嗰種硬度。我當時太激動啦，因為我嘅努力真係冇白費到，同埋佢全身呢都鬆咗好多。原先呢，佢有呢個腳踭痛嘅，落地都痛嘅嗰種問題，現在唔痛咯，好咗咯。咁之前嘅手法呢，我知道呢係做唔到位，時間呢又唔夠，所以呢個性愛肌群呢鬆唔開啊，效果就冇咁理想。咁人體就有3大嘅性愛肌群，可以呢就固精就補腎嘅，延長呢個射精嘅時間。下半身嗰啲肌群呢就還可以刺激呢個生長嘅激素。咁我哋按呢個腰部嘅性愛嘅肌群呢，仲可以促進下半身嘅血液循環。咁要知道，細佬呢需要源源不斷嘅氣血供應先可以硬起嚟嘅。依家我愛軍用嘅手法係先鬆解開呢個筋膜，再去做呢個找龍筋。一般當時呢就可以感受到有一啲部位係會發熱嘅，係血液循環加快咗，呢個經絡通開咗，效果自然就會更好啦。你哋還喺度等緊乜嘢啊？